第24课，耶稣讲话。耶稣死了后，有一个真听伊的好家人叫做约瑟去找彼拉多，伊去替彼拉多来筹买耶稣的身躯。彼拉多讲伊会通收，约瑟去收耶稣的身躯下伫新的墓，迄个墓是约瑟的。约瑟踢一粒大粒石头伫墓的门，伊踢石头伫墓的门。过一日是安息日。伫安息日，犹太人无做工，也无行真远的路，所以迄日耶稣的学生无去耶稣的墓。过一日真早，天复光的时，有几若个负责人去墓面，因中间有伯大来玛利亚，甲搁一个玛利亚。伯大来玛利亚真疼耶稣，因为耶稣以前捌对伊赶出一个鬼。即马伯大来玛利亚变真好，因为安尼伯大来玛利亚真疼耶稣。伊甲另外一个玛利亚讲，什么人要为咱刷开踢伫墓门的石头？因毋知影天使已经刷开踢伫墓门的石头。伯大来玛利亚甲以外的负责人到墓的时，因看石头已经刷开，墓门已经开。车的负责人有看见天使，天使的衫真光，天使甲因讲：唔免惊，恁得找耶稣，伊无伫遮，伊已经对死过活。恁看，主已经无伫所到的所在。车的负责人入去看，耶稣的身躯无伫遮，因走去甲学生讲：耶稣已经过活。总是学生感觉真奇怪，因无相信伊有过活。彼得甲约翰走去墓里看，因看墓开开，耶稣无伫遮，因才相信耶稣对死过活。上一日学生中有2个人要去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乡社，因要住伫迄个乡社，因有看见搁一个人往迄个乡社行。伊就是耶稣，总是因未认得伊，因的心真艰苦，所以因的头脑真钝，因的目睭未认得耶稣。耶稣甲因讲：恁食落的时，三甲底讲什么代志？因应讲：你怎无住伫耶路撒冷？你怎毋知这几日伫遐所发生的代志吗？耶稣问讲：什么代志？因就甲伊讲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伊互人定伫12节。这2个学生讲起耶稣拢做的代志，互伊听。耶稣对因讲：恁无信心，恁的头脑钝，恁无相信先知所讲关系基督吗？恁若无写汉版，恁就会明白正先知所讲的话。耶稣甲因讲话的时，因感觉因的心真热，总是因还未认得耶稣，因的目睭还未开，因的头脑真钝。因进我这个乡社的时，这2个人讲：阮住伫这个乡社，请你入去甲阮住，甲阮食饭。所以耶稣甲因入乡社。因拢入去厝内，三甲坐伫桌下要食饭。耶稣摕面包，祝谢，爬来互因。因的目睭连变开，因认得耶稣。耶稣祝谢爬面包的时，因的目睭开，因认得耶稣。耶稣还未爬面包的时，因未认得伊。伊还未祝谢的时，因未认得伊。因认得耶稣的时，因连边无搁看见伊。耶稣已经无伫遐，因知影伊无行出去，总是伊无伫遐。因就三甲讲：咱安怎啥物久未认得耶稣？咱感觉咱的心真热，总是咱真含慢。耶稣甲咱行的时，咱的目睭安怎无开？耶稣甲咱讲先知的话的时，咱的目睭安怎无开？
耶稣一出来的时，咱的目睭安怎无开？去时咱等到圣经节，总是伊还未擘面包的时，咱未认得伊；伊还未作谢的时，咱的目睭还未开。咱的圣经节总是咱真含慢，伊作谢的时，咱才知影伊是耶稣。咱认得伊的时，伊就无伫遮，伊已经离开咱。咱的头脑真钝，咱的心甲咱讲是耶稣，因为咱的心真热。耶稣若过来遮，咱对咱的一心会认得伊，